阿姨、叔叔，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验？每天早上空腹喝一大杯柠檬水，本来想清肠排毒，结果却觉得胃胀气、火烧心更严重，或者喝了一阵子，牙齿变得敏感，连喝热茶都会酸痛。有些人甚至一边吃药一边喝柠檬水，血压忽高忽低，却找不到原因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志明。医师在内科临床已经有超过30年的经验，在这些年来，我接触过许多长辈因为喝柠檬水的方式不对，反而造成身体不适的案例。根据卫福部的调查显示，超过一半的长辈相信柠檬水可以养生，但喝错方式的人高达80%以上。柠檬水确实有它的好处，但是如果喝的方法不对，不仅无法养生，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柠檬水的4大禁忌，特别是我们长辈最容易犯的错误。在开始之前，请大家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开启通知，这样就能收到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大家是否有在追踪这支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个内容很有用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相信很多朋友看完这支影片后，会对柠檬水有全新的认识。我会在影片的最后分享安全又健康的喝法秘诀，让大家既能享受柠檬水的好处，又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。第一个禁忌就是很多人习惯的空腹喝柠檬水，这个看似健康的习惯，其实隐藏着不小的风险。很多朋友都相信，早上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柠檬水，能够清肠排毒，帮助新陈代谢，甚至还能减肥美容。这个观念在网路上流传很广，许多养生节目也这样建议。确实，柠檬富含维生素 C 和柠檬酸，对身体有一定的好处。但是实际上，空腹喝柠檬水对我们的胃肠道却有不小的刺激性。柠檬中的柠檬酸会刺激胃酸分泌，对于本身就有胃食道逆流、胃溃疡或是12指肠溃疡的长辈来说，危害特别大。我记得有一位67岁的李阿姨，住在台北万华区，她每天清晨散步回来后，就习惯喝一大杯柠檬水。一开始觉得很清爽，但是过了2个星期，她开始感到胃胀气、恶心，甚至有火烧心的感觉。来到诊间时，她告诉我，医师，我明明是想养生，怎么胃反而更不舒服了？经过详细检查后，我发现李阿姨原本就有轻微的胃食道逆流，空腹喝柠檬水，让问题更加严重。这是因为柠檬酸加上空腹的环境，会让胃酸分泌过多，进而伤害胃黏膜。把胃想象成一个空的房间，如果突然倒进酸性很强的液体，就像在空房间里泼硫酸一样，会对墙壁造成腐蚀。我们的胃黏膜虽然有一定的保护能力，但在空腹时保护力最弱，这时候喝柠檬水就容易造成伤害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餐后或是2餐之间喝，这样胃里有食物缓冲，就不会对胃壁造成直接的刺激。下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很多人认为柠檬水越酸越有效，所以喝得太浓。许多朋友有一个迷思，认为柠檬水越酸越有效果，所以习惯用柠檬原汁直接泡水，甚至有人一杯水就挤进半颗或整颗柠檬。他们觉得这样维生素 C 含量高，清肠效果也比较好。但是长期喝过浓的柠檬水，最大的问题就是会侵蚀牙齿的珐琅质，造成牙齿敏感、蛀牙，甚至牙齿表面变得粗糙暗沉。这个问题在我们长辈身上特别常见，因为随着年龄增长，牙齿的珐琅质本来就比较薄，抵抗力也较弱。我有一位患者张叔叔，今年72岁，住在新北板桥。他每天早上习惯直接挤半颗柠檬，泡一杯水，
喝了大概3个月后，开始觉得牙齿酸痛，连喝热茶、吃冰品都会感到刺痛。来看诊时，他很困惑地问我：“医师，我明明是在养生胃，什么牙齿反而出问题了？”检查后发现，张叔叔的牙齿珐琅质已经有明显的酸蚀现象，这就是长期喝过酸柠檬水造成的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，酸性饮料的 pH 值最好控制在4以上，但是浓柠檬水的 pH 值往往只有2，5到3，酸性非常强。想象一下，我们平常清洗厨房油垢会用柠檬酸清洁剂，那种强酸连顽固污垢都能溶解，更何况是我们的牙齿呢？牙齿的珐琅质虽然很硬，但在强酸的长期侵蚀下，还是会逐渐受损。正确的浓度应该是1到2片柠檬加500毫升的水，这样既能尝到柠檬的清香，又不会对牙齿造成伤害。而且喝完后最好用清水漱口，或是使用吸管来减少柠檬水与牙齿的接触时间。接下来要谈的第3个禁忌，是很多正在服药的长辈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，就是柠檬水与药物的交互作用。柠檬水富含维生素 C、钾离子和类黄酮，从营养角度来看确实很健康。但是对于正在服药的长辈来说，柠檬中的某些成分可能会干扰药物在体内的代谢，特别是降血压药物、心率调节药物以及部分抗生素。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包括一些医疗人员也容易忽略。柠檬和葡萄柚一样，含有会影响肝脏酵素的化合物。这些化合物会改变药物在肝脏的分解速度，可能让药物浓度过高或过低，影响治疗效果。我记得有一位78岁的陈奶奶住在台中北屯区，她同时在服用降血压药和心率调节药物。因为听说柠檬水对心血管有益，所以每天都会喝2大杯柠檬水。结果在例行回诊时，我发现他的血压控制变得很不稳定，有时候偏高，有时候又偏低，心率也出现不规则的现象。一开始我以为是药物剂量需要调整，但经过详细询问后，才发现问题可能出在柠檬水上。我建议陈奶奶暂停喝柠檬水2个星期，结果血压和心率都恢复稳定。后来我们让他改在服药前后至少间隔2小时再喝柠檬水，问题就解决了。这就像2条不同方向的车道突然汇合，如果没有适当的管制，就容易造成交通阻塞。货车或药物和柠檬水在肝脏相遇时，也可能产生类似的交通问题，影响药物的正常代谢。特别是服用 warfarin、N 这一类抗凝血剂、digoxin 这类强心剂，或是某些抗生素如红霉素的朋友，更要特别小心。如果您正在服用慢性病药物，建议先咨询您的主治医师或药师，确认是否能安全饮用柠檬水。最安全的做法是将柠檬水和服药时至少间隔2小时以上，这样就能降低交互作用的风险。最后一个禁忌是肾脏疾病患者常常被忽视的问题。柠檬含有丰富的钾离子，对于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，钾离子有助于调节血压，维持心脏正常跳动，是很好的营养素。但是对于肾功能不佳的长辈来说，大量摄取钾离子却可能造成生命危险。肾脏就像身体的过滤器，负责排除多余的钾离子。当肾功能下降时，这个过滤器的效率就会降低，无法有效排除钾离子，导致血液中钾离子浓度过高，医学上称为高血钾症。高血钾最可怕的并发症就是心律不整，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心脏停止跳动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65岁的洗肾患者林伯伯，住在高雄左营区。他听说
柠檬水能够清血管、降血脂，所以每天都喝1大壶柠檬水。有一天下午，他在家突然感到心悸、胸闷，家人赶紧送他到急诊室。到院时检查发现，林伯伯的血钾值已经高达6，8MEQ 除以 L 正常值应该在3、5到5、0之间，心电图也出现典型的高血钾变化，幸好及时给予紧急处理，包括静脉注射胰岛素和葡萄糖，以及紧急透析，才化解了这次危机。后来我们仔细计算，林伯伯每天喝的柠檬水大概含有1000毫克以上的钾离子，加上其他食物的摄取，远超过肾衰竭患者每天应该限制的钾摄取量。对他来说，柠檬水就像是慢性毒药一样，一点一滴的累积在体内。把身体想象成一个房间，正常人的肾脏就像是一扇大门，可以自由进出掉解钾离子。但肾功能不好的人，这扇门变得很小，钾离子进得多，出得少，最后就会在房间里堆积过多。如果你有慢性肾脏病，正在洗肾，或是肾功能检查异常，都不建议饮用柠檬水。即使只是轻微的肾功能下降，也要特别注意钾离子的摄取量，最好先咨询肾脏科医师的意见。讲完了4大禁忌，接下来我要分享正确喝柠檬水的方法，让大家既能享受好处，又能避免风险。虽然前面提到了很多柠檬水的禁忌，但这不代表我们就不能喝柠檬水。只要用正确的方法，柠檬水仍然可以成为很好的养生饮品。接下来我就教大家安全又健康的柠檬水喝法。首先是稀释比例，正确的比例是1到2片柠檬片，加上500毫升的温开水。如果喜欢酸一点的口感，最多也不要超过3片。记住，我们要的是柠檬的清香和微酸的口感，而不是让嘴巴酸到皱眉头的浓度。第二个重点是饮用时间，绝对不要空腹喝，最好是在餐后30分钟到1小时之间，或是在2餐之间当作茶水饮用，这样既能帮助消化，又不会刺激胃酸过度分泌。晚上睡前2小时内也尽量避免，因为柠檬酸可能会刺激肠胃，影响睡眠品质。第3个技巧是使用吸管，喝柠檬水时尽量使用吸管，这样可以减少酸性液体与牙齿的直接接触，保护牙齿珐琅质不受侵蚀。喝完后也记得用清水漱口，进一步减少酸性物质在口腔内的停留时间。第4点是控制每日摄取量，建议每天的柠檬水摄取量不要超过200到300毫升，大约就是一般茶杯的1到1，5杯过量，摄取不紧，无法增加效果，反而可能带来前面提到的各种风险。我有一位患者王阿姨，今年69岁，住在桃园中坜。她原本每天早上空腹喝很浓的柠檬水，结果胃食道逆流越来越严重。后来按照我教的方法，改成午餐后喝1小杯稀释的柠檬水，不仅胃食道逆流改善了，消化也变得比较好，整个人精神都提升了。另外要特别提醒，如果您有在服用药物剂，得让柠檬水和服药时至少间隔2小时以上。如果有肾脏疾病、胃溃疡或12指、肠溃疡，建议先咨询医师意见，再决定是否饮用。水温也很重要，建议使用温开水或常温水，避免使用热水，因为高温会破坏柠檬中的维生素 C。同样的，也不建议使用冰水，特别是对肠胃比较敏感的长辈来说，冰凉的柠檬水更容易造成肠胃不适。接下来让我们来谈谈正确饮用柠檬水到底有哪些好处。当我们用正确的方法饮用柠檬水时，确实可以为身体带来一些好处，但是我要强调，这些好处都有一个重要前提，就是必须遵守前面提到的4大禁忌，否则不仅得不到好处，
还可能适得其反。第一个好处是帮助补水，很多长辈平常不爱喝白开水，觉得没有味道，很难喝。适量的柠檬水有淡淡的酸香味，可以增加喝水的意愿，帮助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。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，适当的水分补充对我们的循环系统和肾脏都很重要。第二个好处是口腔清新，柠檬水中的柠檬酸有轻微的杀菌效果，餐后适量饮用可以帮助清洁口腔，减少细菌滋生。不过要记住，绝对不能当作刷牙的替代品，而且喝完后还是要用清水漱口，保护牙齿。第三个好处是补充维生素 C。柠檬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， 虽然含量比不上奇异果或芭乐，但对于平常蔬果摄取不足的长辈来说，还是有一定的补充效果。维生素 C 有助于提升免疫力，促进铁质吸收，对皮肤和血管健康也有帮助。第四个好处是可能有轻微的降血压效果。柠檬中的钾离子和类黄酮化合物对于血压控制可能有一点帮助，但是要注意，这个效果很温和，绝对不能取代降血压药物，而且肾功能不佳的朋友更要特别小心钾离子的摄取。我有一位患者刘叔叔，今年74岁，住在台南安南区。他原本很排斥喝水，每天的水分摄取量严重不足，经常有便秘和尿液浓缩的问题。后来我建议他在午餐后喝1小杯淡淡的柠檬水，不仅解决了喝水的问题，精神状况也变得比较好，排便也比较顺畅。但是我必须再次提醒大家，这些好处的前提是适量和正确饮用。如果违反了前面提到的禁忌，这些好处就会变成坏处。柠檬水不是神奇的万灵药，它只是一种比较健康的饮品选择而已。真正的养生之道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，选择适合的食物和饮品，并且用正确的方式摄取，盲目的追求某种超级食物或养生秘方，往往会得不偿失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柠檬水的4大禁忌，分别是不要空腹喝，不要喝太浓，注意与药物的交互作用，以及肾脏疾病患者要特别小心。正确的柠檬水饮用方法是用1到2片柠檬加500毫升温开水稀释，在餐后或2餐之间饮用，使用吸管保护牙齿，每天摄取量控制在200到300毫升以内。如果有在服药，记得与服药时间隔2小时以上。柠檬水虽然有补水、口腔清新、补充维生素 C 等好处，但绝对不是人人都适合，也不是喝越多越好。养生的关键在于适量和适合，而不是盲目追求。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，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通知，也欢迎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，让更多人知道正确的柠檬水饮用方法，一起健康养生。最后要提醒大家，本影片内容仅供一般健康资讯参考，无法替代个人医疗建议。如果您有任何健康疑问或慢性疾病，请一定要咨询您的主治医师，根据个人状况来调整饮食习惯。祝福各位阿姨、叔叔每天都能喝得安心，身体健康。我们下次再见。